在莫拉克风灾重建会结合国际社会管理内统学会，共合办的国际研讨会，来自18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会发表166篇有关防灾救灾的论文，分享救灾重建的经验。现在莫拉克风灾在后重建特别条例3年的使用期限会在今年8月大陆到期的，行政院5月15日会开会研究，下面会展后。 为期2日嘅莫拉克3周年國際研討會正式開幕。而呢禮拜嘅研討會係同國際社會管理內統學會共同舉辦。故所學會嘅發言人秦廣富教授也對日本來台觀察莫拉克重建嘅成果，貼述在其重建嘅台灣經驗。一つの看到了台灣在重建過程中，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在互動過程呢，使人民在社會上面的一個方向。 我們覺得說，似乎這是一個我們正在討論的一個可行的方向，也是一種成果。基於台灣對莫拉克嘅重建已經有將近3年嘅經驗同基礎，故所也能做得爭取到國際社會管理內統學會會議嘅主辦資格。莫拉克重建會執行長表示，透過也嘅會議，做得增加國際相互救援嘅機制，而且把這個力量跟經驗延伸到我們鄰近的國家。 那這樣的話，會把整個大家這個防災救災的能力更為強化。因為莫拉克防災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嘅3年使用期限，將會在今年8月大陸滿呢，必要時做得再延2年。但係現階還係要改到莫拉克災區嘅產業無法度復甦，改到重建區嘅民眾希望重建會做得繼續運作。 故所行政院將會在5月16號召開委員會，研究重建會延長嘅時間、預算同往後推動重建嘅方向。客家新聞陳文年高雄報道。